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3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社区大学指出，今年将面临城西焚化炉征收，4期的废弃物掩埋场可能起伫台江国家公园城西防洪内的范围，烦恼到时将冲击到台湾地有种红布地的生存。所以特别伫世界消费者日即天，希望透过公民的力量甲行动。呼吁大家为垃圾减量做起，因为只要垃圾减量，就会当避免增建掩埋场。今日是世界消费者日，台南社区大学特别选伫安南区果菜市场卖力宣传，呼吁消费者拒绝购买过度包装，或者是敢若使用一摆商品。同时呼吁大家配合垃圾减量，才都避免垃圾掩埋场增加开发面积。因为根据统计，台南一档58吨垃圾，其中40万吨属于一般垃圾，12万吨是塑胶废弃物。所以如果无对消费源头来减量，更较侪掩埋场嘛无够。垃圾要减量，暗残活下去。无啥够啦吼，搁一届吼来，垃圾要减量，暗残活下去。考核当中，除了垃圾减量以外，麦当清楚听起台港要为台湾暗产，也就是俗语所称的红布地生存来清明。因为现在整个城西掩埋场的开发范围都位伫台港国家公园内，只要垃圾持续无减量，掩埋场增建就需要撤掉7公顷的防洪拿，这是红布地所需要的。那是一个黄果岭，是一个很好的生态保护区嘛，那里面很多暗产啊，很多台湾特有的那个生物嘛，而且又在国家公园里面，那是因为海岸线，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那要为了盖掩埋场要砍掉那么多棵树的话，那真的是不对的事情哦，颠倒者啊哦，所以说我们从本身做起，那是公部门这边也出一点力量的话，哦，加一点力量的话，掩埋场的地方就可以，哦，不用再扩充，那树木的话也不用砍掉了啊。为中环保局副局长嘛出面回应表示，虽然守护环境、爱护生态是必然立场，不过除了垃圾减量目标，现阶段垃圾嘛一定要处理，一定要向掩埋场土地活化等两全其美的方案来化解难题。是，那。目前的话，环保局正在马上就要推动的是一个强制式垃圾分类的垃圾减量的政策，跟那个伸手处理分开的一个政策啊。那我们预计的话，在可以增加的回收量，1年可以增加差不多是12600公吨的回收量。那掩埋场的需求量的话，会从原来的36500公吨，会降到大概是24000公吨左右。那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做好垃圾减量，我们就可以来延长掩埋场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年限。另外的话，我们针对一些在使用中的掩埋场，我们也会进行这个所谓的土地的活化使用，也就是像原来的垃圾把它挖出来以后进行分类以后，然后再重新可以再利用，再拿回来再利用，进行土地再生。台南社区大学表示，千万唔通看轻家己的力量，只要团结众人，就当改变社会。希望对今仔开始使用购物袋，卖塑胶袋啊做起。我有购物袋，不要塑胶袋。好，来，继续改哈。我有新闻攻击国会议采访的塑胶袋。远东科技大学近年来以发展创造力教育作为目标，到今已经有袂歹的成果。连续13档拢得到全国大学专利公告发展技术第1名。该校上午特别邀请前教育部长吴清基、教育部处长林腾蛟等侪贵宾，做伙关键远东科技大学的杰出成果。远东科技大学这几档以创意、创新甲创业3重教育作为学校的发展特色，为民国90年到今，专利申请达到3952件，以及核准的专利有3401件，并且领先全国公私立大学，近连续13档得到全国大学专利公告发展技术第1名，成果相当袂歹。
我们远东科技大学今天很高兴在这边庆祝我们创意发明在全国大学里面是13.8，因为根据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的统计，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累积申请的件数是3952件，那通过的件数是3401件，同时这3000多件的专利里面已经有600多件转移到厂商那边。那我们同学在过去发明比较少，基本上发明的件数都是以老师为主。可是这最近5年来，我们发现到，我们每一年所通过的发明件数慢慢以同学为主。现在我们同学所通过的发明专利，占我们全校的总专利已经60%几，这是一个很值得可喜的一件事情。同时，现场阁特别颁发奖状，予7位远东科技大学专利申请以及参加国际发明展得奖的优秀学生。其中，这个做学习 LED 路灯的研发，取代传统路灯，拢必须加装10几公斤散热片的重量。自身家己发明特殊的散热材料，会当减少1半以上的重量，而且制作成本也较低。传统的 LED 路灯它都非常的笨重。一个传统的路灯，它就重达了10几公斤重，所以我们就想出，那怎么来节省这个路灯的重量？后来我们就决定从散热部分开始做起，所以我们才做起这个组合式的 LED 路灯。因为传统的 LED 路灯，它是因为散热鳍片来增加它的重量，因此我们利用我们研发出来的散热涂层来省去散热鳍片并降低它的成本。另外，在法人专利公告发证书的100大排名当中，如果家己企业甲研究单位总排名，远东科技大学虽然是排第8，不过前7名拢是鸿海、工研院、友达等等大型企业，显示远东科技大学的创新研发能力有一定的水准。台新闻记者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大学师生落实关怀救人的理念，已经连续8档得到教育部关怀自由单位的特殊公益。上午由校务处举办的关怀活动，虽然天气冷，阁落到一寡小雨，但现场有侪学生热情参与。伫咧校长的主持之下，为期3天的热血友爱青春无限关怀活动正式伫咧台南大学校园内开始进行，现场气氛温馨热烈。捐血一袋呢，可以救人，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呢，我们鼓励我们这个全体的同学，还有我们教职员呢，大家一起来响应捐血。这些学生伫咧第一时间就马上前往关怀。用实际行动表达支持，也将关怀这项活动变作习惯，持续用爱关出热血。一开始是同学带的，就是同学一起约说要去，就是一起捐血这样。对，然后现在就是觉得捐血可以帮助别人，然后对自己也不错，所以就会有捐血活动就会捐这样。关怀中心也呼吁，最近 O 型甲 A 型血的库存量非常的少，希望大家会当踊跃关怀。目前我们云嘉南地区的血库最新的这个血液的这个库存量呢，已经低于这个6天以下。那么6天以下都算是已经不安全了哈，因为我们要7天以上才安全。那另外的话，我们就是我们的 A 型跟 O 型哈，尤其是 A 型，我们已经降到3.7天。是属于这个亮红灯的情况的哈，所以呢，台南捐血中心在此呼吁我们的府城的乡亲们哈，能够大家踊跃出来哈，然后尤其是 A 型的，希望大家能够多捐500哈。活动当中也融入自追花贩毒、反艾滋等等的多元主题，让师生以及附近的居民伫咧关怀以外，也会当增加健康知识。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有一儿童活读节目，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着让更较侪小朋友加以活读，节目举办小小主持培训计划，和候选的小朋友主持与作家有约的单元，期待借此号召青年合作、亲近活读，并且分享好册。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我是小小主持人王玉洁。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开播至今已经有200多集，主要收视群锁定7岁到12岁学童，讲邀国内外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来到节目分享儿童文学，借此强化学童文学视野。长期以来，深深得到认同。这届更加规划主持新秀培训计划，并且将节目现场为录影棚邮到台南市立图书馆来主持，邀请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友瑜就节目来分享写作的心得。小朋友的脑袋非常厉害，非常灵光的，你们只要稍稍的想一下，你就可以想到很好的点子。所以呢，这个就是故事的架构，你要记住3的原则。遇见3个麻烦，想出解决问题的3个办法。第4个办法解决了大麻烦。就是这样。非读不可电视读书会甲作家有约单元，后一场将会邀请作家严淑女分享《老厝阿嬷》这本儿童绘本。录影日期将伫5月16号举行，介意阅读的小朋友千万唔通错过。电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曲群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为着迎接农历2月18观音佛祖的圣诞，为伫安南区的丹青寮宝山宫受生命指示，伫12档后再次起居，而且是打造了一只用了3600包白米、18000台斤的米菇，相当壮观。庙方表示，等待圣诞活动完满，会将白米分散给全州每一户家平安。选择用1包3公斤，总共3600包的后壁米所贴起来的面包菇，目前正伫丹青寮宝山宫庙埕，等待15号暗时，市长亲自主持开工点眼，互古灵立新。虽然中昼时不过游玩吸引侪信众围观。开始宝山宫伫12档后，由观世音菩萨所指示的面包菇，加上搭配水花活水循环的造景。甲顶一届比起来更加壮观。真威严，袂歹啦。较早12档前有做啦，较无遮大只啦。这届愈澎湃。这届较大只。12档前较细只。这3500包的米啊。咱将话了3200包啊，这话了要到4000包啊哩。哦，加足大只哦。嘿啊，加较大只。啊，要咱食平安啦吼。嘿啊。每号都1包啊，那个随着人叫每号。庙方表示，农历2月18佛祖圣诞，今年依照习俗，除了3月26将安排平安示警，3月27嘛将邀请廖文和布袋戏团来公演。同时，整个圣诞仪式过后，得将所有平安米分散给全庄每一户，并且做慈善救济，表大家吃平安，同时做公益。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安平在地已经55档的四连奖强风12运王，庙方伫2月24号透早要竞地跋杯的时阵，伫第一杯就出现徛杯的情形，到今已经持续徛20天。经过庙方主委慎重的请示，了解徛杯的用意是要扩大建庙，因此现在正在积极筹办当中。
虽然讲伫2月24号透早大约7点半，庙公要敬茶跋杯的时阵，跋第一杯就出现了这个徛杯。目前伫咧庙里已经连续徛立了20天，不但庙里的信徒、庙方感觉不可思议，就连有公来庙里看到看棚遮尔啊大，佮徛了遮尔啊稳的徛杯，也感觉真神奇。3月11，阮就来遮请教，结果陈水雅意思就是讲，要起庙啦，安尼啦，要起庙，阮即摆嘛是因为已经20日啦吼，抑搁毋爱迄落，阮就毋知要安怎，所以即摆就是讲，阮希望讲吼，阮有请教啦，是讲加一寡信徒啦、委员吼，来遮增加阮内底即个人员啦，无阮即摆内底较单12个。嘛无啥够，所以我有请教陈水啊，伊是讲，阮会阁增加一寡人员，你来遮安尼斗骹手安尼啦。阮遮是讲关手桥啊，降价，陈水啊指示，是讲，第一句就讲5重建宫啊，就是要起庙，安尼，但是又有指示讲，咱只要委员会，同心合力，委员会，甲健全同心合力。来甲设这个工课，其他重建委员会伊会去找有缘人来参与安尼啦。12阮王讲下指示，徛杯用意是要求要扩大起庙，庙方将伫咧4月份信徒大会上公开说明，也积极找找有缘人，共同完成扩大起庙的目标。台湾新闻网采访报道。新亚文化中心邀请奇美咖啡馆进驻，联手打造充满艺术甲咖啡香的氛围。为今仔日开始试营运，一开幕就吸引大批民众捧场，感受蓝营上有艺术风味的咖啡。市府文化局开了1亿3000多万，将原本老旧的新亚文化中心改造，变成如今明亮时尚的模样。互来到新亚文化中心看展演的民众，会当有一个更加舒适优雅的空间。这个经过文化局的努力，邀请奇美咖啡馆进驻园区，结合艺术甲咖啡香，联手打造简约时尚风格。新文化中心在市长的大力支持之下，在去年进行了1年的大整修。我想一个整修好的高质感的音乐厅。我想一定要有一个咖啡馆才能相得益彰。那我想我们看过很多国外的一些优质的剧场，一定要有咖啡馆、有餐厅。那我想进入看表演之前，我想我们一定会想要喝个咖啡，大家分享一下心情。然后看完表演，也希望能够坐下来，大家好好讨论一下今天我们看表演的一些所得。我想一个咖啡馆对一个演艺厅是非常重要哈。那我们在规划这个音乐厅的一个整修，其实咖啡馆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也特别高兴奇美愿意来到新文化中心来进驻。那我想这个咖啡馆的成立，对新演艺厅的质感绝对是加分那我想所有大新地区的咖啡馆，奇美咖啡馆可以说是最好的 view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南艺都心，包括湖景、绿树。那我想这是非常优质的一个咖啡馆，也期待希望大家未来可以多到新文化中心的咖啡馆来享受不一样的艺文咖啡。透地玻璃看出去，就是南营绿都心。伫一个全新营景观上界美丽咖啡馆，啉咖啡享用地点，相信会当互真侪人心情放松。3月27号进前，奇美咖啡馆佮提供851节的大优惠，欢迎大家前往去感受这种自然佮人文的咖啡香味。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叶雨伞肥大是真侪老大人的问题，不但会变甲高热，定定爱走便所，而且佫增加着失禁的机会。目前除了药物控制以外，大部分拢是采用传统的电刀手术。不过对着心肺功能较歹的病患来讲，比较有风险，所以雷射治疗就成为民众的另外一种手术选择。
摄雨伞肥大是男性老化的过程中无法度漂变的镜头。根据统计，60岁以上得到摄雨伞肥大的比例就有5成，85岁以上甚至高达9成。除了去药物和肥大的摄雨伞变细以外，现在新台病院佮引进2种的镭射手术来测度摄雨伞的组织，达到治疗的目的。这2种镭射的特性不大一样哦。第一种这种绿光镭射，第3代的绿光呢，它其实主要是以镭射的气化为主，使用的是镭射的气化的这种特性哦。所以针对于一些比较凝血功能障碍的病人，特别来讲的话，效果会是比较好的。那第2种的丢镭射呢，它其实它的镭射的特性主要是以切割为主啦，切割止血所以对一些比较大的病人，就射护腺比较大的病人那用这种丢镭射的话效果也会不错止血的效果也会不错手术的时间也会比较降低。传统的摄雨伞手术拢是采取内视镜电刀刮除术，根本也有急护。不过对着年岁大、心肺功能甲腰子功能较无好，以及有咧食抗磷血药物的病患来讲，手术的风险会比较较悬。其实大部分的病人其实用传统的这个电刀来刮除射护腺就够了，因为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健康的病人，那这一类的病人的话，你或许不用花大钱去这个做一个镭射手术，那风险比较一般的病人不需要这样做，那所以用传统的可以。但是有一些病人他不是他故意的因为他这本身的条件比较不好，他刚刚讲到的一些高风险的病患譬如说心肺功能有问题的，或者是说他凝血功能异常的。或者是很多的病人他都在服用抗凝血剂，还有就是一些肾脏功能有问题的病人，麻醉的风险比较高的这些病人，会建议说，真的要用射护腺要把它刮除的话，你用镭射的手术，基本上来讲的话，会对他的安全会比较好一点。因此，医师强调，一般的病人都会当采取传统手术治疗，而高风险的病患就会当考虑使用镭射治疗。只是这项手术目前并无健保给付，费用的部分也比较客观，所以民众伫手术前都要详细评估。台新闻记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晴份的天气，温度16度到21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3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雅珊，咱再会。